今日頭二百天風采來，全台灣的農業損失差不多有12億5千萬元，其中搶台東路徛下的73%，農業損失的金額有8億4千萬元咯。農委會都發現，後生農民上幫上聽，全面囤農民聽數按呢一發通，也咪係頭一擺睇風采過後有按呢一行通。後生農民用現代科技，將通訊軟體網絡社群。規格嘅分享消息，規格嘅通言，對各地適合到台東去，想愛馬上屯人聽數到。其中一群台中嘅後生農民，伊能係參加台中市農業局嘅搶農加農計劃認識的。蘇訓嘅一年6月底能結訓，7月頭風采喺台東造成災害，伊能馬上去救災。一方面屯農民聽福岡，一方面也係學人經驗相互交流。200天風采對推動農業促進動態嘅上會，牛日復高加比列到9上客家，做啲高度達到強在行動參。我之前是有用怪手把那個鐵釘得很深，保護得很好，可是沒有想到這一次颱風是強烈的就還是造成很多棵植樹輔導。8百風采喺下水老國水電嘅復高人造前大體，7月嘅200天風采之類就會從頭來做。一點一滴，一年一年把它顧起來。今年剛好是第2年以後，已經開始準備要讓它稍微小生產。好不容易我們在期待這個果實已經成果已經要出來的時候，又被這個強烈颱風打到了。按那個日頭在當銀行流脈絡，推動數到安泰嘅商會，亦勸討讓後生嘅農民刺通去到推動提數。我哋有討論嘅搶農就若講台東那邊多風采也擺青洋蔥大概有時間冇來聽下老幾的聽數來復人來。就是幫他修一些大的樹枝有當初要過來的時候，有特地說要準備一些小型的機具過來大家都很忙，那我們可不可以湊個時間過來支援一下？雖然我們沒有辦法做太多的事情，但是我們可以在他最需要幫助的時候，給他一點適時的資源。有一些是像比較屬於高經濟的作物，他們會先請工人去搶修，而且工資也會比平常貴。在這個情況下，像我們這個中市價就要搶到工的機會就少。叫位到幾多算幾多，也好的就職工來提數。平常我們就是有針對青農在做輔導，那在這一次剛好面對到，這次的風災非常嚴重，那我們就跟農委會一起努力來聯繫全國的一些青農民來協助我們台東的做一些農業的復原的工作。像這個已經倒了，這個不行的，我們在清園之後再更新。整個一起拉就好，一起拉就好，這樣割不好。地本身行嘅嘉賓係掹地水少，嘉賓數出本風采受強，就改喊連頭頂機從地本風采受到難起嚟。這一次是我從小到現在第一次感受到這種強烈颱風的威力，整個園區幾乎全毀。是第90台新農場嘅張面處13年前轉到故鄉耕種，當中嘉賓嘅田經驗，從督導動態嘅風采老數個都吹放體，200天內就沒安參。做一個作物的一個更新，或者是做兼做，這是我可能以後再好好再要思考的一個方向。不能說主要的就是全力只有在咖啡這個作物上，像這樣一次毀滅就要3-4年，那這樣然後又3-4年來一次，這樣永遠都是在那邊重複這樣一樣的悲劇，也是不是辦法。南班用銀行行為民眾壓力，面對兩下嘅情形，是希望做啲改革恢復，大幫推動人農為牽線，亦勸推動後生農民來到新學聽福岡。有一點點驚看到兩位安尼我就會知道說，其實做農不是沒有那麼容易啦，但是就是沒辦法與天抗衡啦。那想說透過這樣子的幫忙來了解一下，就是像這樣子的園地該怎麼整復之外，就是也是
结交一个友善的关系啊。那如果真碰到的话，怎么样去互耕？那也知道说，那我们公部门怎么样在哪些部分可以协助他们啊？或者说，这整个防灾跟救灾的机制怎么赶快把它建立起来？台灣嘅農民單單都唔係動態嘅耕種，督導全面性嘅栽培，為自家福岡食材東南，為強人來做，如前也冇停出強助因，係個冇錢解除限拿行冇路。後生農民平常時注重通信軟體來交流，都曉得利用苗路社群，為傳播嘅信息動家，為青年也動家。大家也都該討論講，南北係工作的建立相關平台老機制，除咗的很難有效率，很難充企業，老少在農民退休。我们不是盛行打工度假嘛，类似引进这种比较年轻的人力这样子来帮忙他们，因为说实在，我们也不能做太多太专业的事，可是我们可以去做这种比较简单，但是又需要比较大劳动力的东西。我是觉得政府是不是可以往这边去考虑一下？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话，就是可以立即性的就是寻求到资源可以来帮助这样子。兩邊推動後生農民係參加推動時農業區青年加農先辦傳承計劃嘅後生，加農係加鹽農業，先辦係前輩嘅意思，用鹽為投資改裝結血，青年頭督導風采，眼皮出去救災。農民的平均年齡高達63歲。那在一般產業都已經接近退休的年紀了，要導入年輕的一代新血來傳承我們的農業。推動市政府參考日本的規劃做法，提出青年加農計劃，投資改造數50個後生，大專業提供3萬元嘅身份津貼。除了大禮拜6日提出去上課和專業地區之外，還老後生提燒改、提獻師各兩位嘅專業農民，用師傅帶4個嘅方式為後生直接落實去做。有的想學種小番茄，有的想學種菇，好，沒關係，我們都在我們台中找到那個已經做得很好的農民來當你的賢拜，甚至第一屆還有人說他還想學養豬，我是找一個養豬養得很好的賢拜給他。那是青菇病，它會大概會怎樣子的狀況？青菇病的話，我們種在土裡，現在那麼小都不會發生病害，大概30公分，甚至到要採收前，它會整株尾會枯掉。剛好遇到老師，好直接教我們做，然後一步一步把我們帶上來，要不然像我也要開始學的時候，基礎也是0。唔講技術本嘅學者為後生建造建好，唔但強打好基礎，韓國為學起來，南北會做就會下順勢，還會成功。那要等到它長多高才能去做定植？只要拿得起來就可以定植了，越早定植，它的鬚根越少，我們種下去，它馬上可以直接在土裡馬上長新根，你就直接這樣做，你就不用再去失敗一次，你這樣再往前走的速度會更快。以前人家是說沒有讀書你再去做農啦，那現在是你不讀書似乎也沒辦法做農，你要一直去精進，你都要去學啦，也學不完了，也因為這樣子覺得很有挑戰性，所以也因此有了興趣這樣。50個後生培訓經驗過後，入40浪沙溜冰農業。因為你冇露水啊，還有空氣不對流啊，那個土長子嗎？陽光唔會結果了。你看土長子唔會結果，佢唔會留個結果，唔都明年，唔會嚟用上強啊！今年嘅減啊，那冇係啊，冇幾啊長走嚟咩？中學保護下種苗谷減，個數種嚟為30年內，兩下東東啲嘅大子，為些碳酸鈣來攞果子豐曬。做好年貨，都會嚟下結粒嚟下稱到個，唔就要一粒一粒切。對下二台進嚟耕種，中學保嘅阿包大拍高，歡喜係歡喜，也當入好少。唔係做生意啊，嘛都做下做得啦，因為看冇硬掉，是講做嚟做是。大部卡大概普通照顧看不到啦，你咪好啦。要畢竟
嘛添一个人数添帮忙。总农嘅风险下下为自家担起来，中学部也是定诺不是透露，只为想为转来复下，出转来去困难，都好做机会出参加的强研加农计划。完全不懂的农药啊、资材啊，还有水沟啊、买个东西，总话都有接触过。那对于回来做之后的帮助就还蛮大的。复下仲没有骨感，唔过参加计划，先测好种短期作为，按样种作嘅时期从唔会参贴到，也做得参加一些的。这个比较窄一点，但可以啊，到时候就是种交叉式的。好，哎呀，一样。然后这个沟再开一次。对，跑2趟没开够嘛。因为本单上年的2-3层了按嗰嘅數個年度度冇，綜合報lau通氣候染中準據，盡力的改良嘢，就有2下嘅榮效。你要一樣50公分嘛？哈。对。OK。它这个就是说，你不用弯腰，你站着就可以种，然后又省力。对，因为老一辈的农夫其实做到最后都是腰都有职业伤害，就你轻松压一下，它就自己把土给拨开，拉起来，苗就种好了。玉米、包熊，还有秋葵那种，不需要太多的设施去搭建这样子。那在户外啊，玉米的部分也是比较好生长，所以就想说，先从较简单的开始试看呢，慢慢稳定上手，再换其他的作物。大半到當時冇嘅菜苗件，係缺少嘅唔是好染動中嘅一屆，到推俾太業機，從來唔是咩個農業，只也難怪搞到農村家庭嘅身份，唔過勞工係單單子，其實就得想辦法改變自家。他真的在台北坐办公室的吹冷气，真的没办法。后来他也是慢慢的就认了，要回来就是要帮忙，不然以前就是会吵架。说实在话会吵架。他有种假睫毛哎。我知道他有种假睫毛，对。他掉了，他也没有很生气吗？啊，尾打学啊，伊即摆去甲人参加啥迄落啊？有去甲人参加迄农的无？伊倒来甲你讲迄袂使用药啊，是袂使用安那？你会感觉讲你安那有安尼，我都种几啊10年啊。嘿，我那认为安尼，尾也想少年的啦，好改迄落都顺照少年的意思。对于老公这一块，他真的是促进夫妻关系，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子。再来，对于公公婆婆这一块，他们发现我不再是他们讲的那个都市人了，终于跟他们有点共鸣跟共识。规方人都強心向領強壯嘅目標來走。我回家的话题不再像以前一样，我们今天要吃什么，今天要买什么，而是我告诉老公说，我今天在田里学到了什么，我今天又发现了什么新的作物。因为我从小到大就是在这边生活，就看到他们这样做，真的很辛苦，所以我自己本身我很怕。到后来老婆去参加青年加农之后，她回来跟我分享很多，那我觉得说也还好。就不用怕成这样子。绕亮功夫學到咧，不過後輩嘅行銷就係很難睇問題，強調自己強下分享，團體強下病，強下面對，後戰當中大家都係大家嘅被表現。也認識了非常多的同好同學，那集結大家的力量，才是一個真正面對我們農業大團體的前進的一個動力。較老一輩人跟自家做自家的啦，自己採收，自己交行口、交市場，自己賣安尼。那現在農業，我真的是覺得是可能是需要團結的力量去推這個農企業，由農企業去銷售這樣子，打品牌。但是問題是我們台灣的農場的規模都很小，即使這樣個別的操作就是都會很容易會變成被市場端來掌控。你的生產端會是弱勢，因為它很容易就可以把你各個擊破所以怎麼樣，小農本來就應該合作。
头上农民充满热情，会选经验，唔但强下了解农业，也下了解自家。南北还希望了解发展做农企业，做体力、做从业，还做行同力。地风灾发生过後，當出現當現老數隻嘅農民提數，還拿幾條香港，係用嘅提數係會繼續下去。